咱继续来看，这台北国际航太界国防工业展来到第2天咯。这国内的无人机业者明王科技、碳基科技宣布联名，要打造台北蓝色供应链共同研发中大型侦察和打击强一体无人机，进军国际。另外，汉翔也和雷虎科技打造中大型无人机 TT-400，正好配合着这中科院的雷射导引火箭弹，攻击着解放军的军舰。 现场展示台版的金鸭刀，明王科技打造的攻击无人机，100%台湾制造，时速达到250公里，续航40分钟以上。展示国内业者优异成果，已经进军国际，外销到东北亚。另外，碳基科技协助中科院打造雷燕2号无人机，实力大家拢看得到。两间业者19正式宣布会结名，合作台美蓝色供应链，推动台湾正做无人载具的世界工厂。双方首要目标就是共同打造中大型、真大一体无人机。携手合作，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新款的机型，那及更符合这个业界及国际的需求的机型。这18年制造中大型无人机的经验，在国内来讲，应该是我们不敢说第一，但是应该也是前几名。我想依照碳基的一些过往的技术跟经验，我们一定可以跟明万科技好好的合作，共同来打造进入国际市场。 外事明王加碳基，雷虎科技除了积极争取军备局5款无人机的标案，也甲汉翔合作打造中大型无人机 T-400，由汉翔协助强化性能并且量产，目标是城市无对顶建立的主要力量。雷虎讲已经完成原型机7次 ，T-400上大特点是机身2边悬挂在中科院的雷射导引火箭弹，反制中共军艦威胁。搭载那个雷达设备、侦察设备之外呢？ 它可以搭配中科院的这个火箭系统跟那个飞弹系统，那这部分呢能够协助防卫这个台海。我认为像这种中大型的无人机，从设计、分析到制造，甚至是飞行测试，对我们公司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其实比有人机还要简单。总统赖清德伫国防部长顾立勇陪同19参观国防展来到国防馆，那体验用英高教机的驾驶训练，也见证国造的强飞弹。台湾继续强化国防实力，不过华盛顿邮报报道，美国总统川普拒绝批准对台湾4亿美金的军事援助。总统府回应，台美伫各项安全议题拢有紧密合作。国防部是强调，各项交流计划拢依照1点来执行。记者孙华报道。